帮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萌。今天呢，我带老婆和女儿，哦呦，回老家祭祖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村的环境，蓝天白云。来，今天。今天是祭祖扫墓的日子，也是我老窝媳妇第一次回来扫墓祭祖。但是在南方啊，有些地方有一种习俗是说，新媳妇或者怀了孕的媳妇的话，不宜来上墓，因为他们是属于新生命、新来的人。这事情我跟我大伯他们说了一下，我大伯他们数落了我一顿，说哪有这种事情？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？爸，我帮忙一下。这是我奶奶。看到我女儿和我侄孙在这里蹦蹦跳跳，就想起我们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。每回啊，到扫墓祭祖的时候，就会跟着大人过来这边扫墓玩耍。喂，安妮กิน不ได้梦子怡，安妮กิน不ได้的，安妮ให้阿公กิน的。这个是自己吃不了的哦，这个是阿公吃的哦，自己不，ขนมให้阿公吃的哦，你是吃不了的哦，不要拿哦。来，跟姐姐走，进来弄刷壶。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，这也是我媳妇第一次过来参与祭祖的活动。อันนี้มันใคร？这个是爷爷，这个是奶奶。ทางนั้นบ่มีของเรา那个不是我们的。这个是ซ้ำยังมีบ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เจ้าจุดเนี่ยเพราะว่า爷爷มีเมีย2คน我们家每年跟我大伯他们都会经常过来这边清理杂草啊。ไม่ว่าเจ้า不ต้องไหว้เจ้าบงได้แล้ว不ต้องไหว้在我们海南的话，祭祖扫墓的话，少不了的就是鸡。海南人是无鸡不成宴的，所以说不管是大小喜事或者是丧葬、婚嫁都一样，都少不了鸡。但是按照习俗的话，因为我媳妇怀了孕，所以我媳妇可以跟着一起过来扫墓，但是呢，就不能行拜礼了。你都记得我了見下了一對。我見下了多了，都了了了。那個不了了了，我可đi đâu了。我大一點吧，你。对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已经祭祀好了，所以现在准备回去了。